當縣議員合作王友力，逢檢舉涉嫌貪污助理費，服刑了後，以30萬交保。被人家檢舉，你有沒有覺得很冤枉？冤枉啊！國民黨台東縣議員王友力佇檢後淨化冤枉，經過12點鐘的精神被移送到台東地檢署服審，看起來小可新鮮，伊用檢舉涉嫌假助理費。他們早就在私底下說要讓我死得很難看。伊講檢舉人要會歹看，甚至牽涉到生命安全，透過鏡頭佇畫冤枉。檢調昨早起加台東縣議會調資料，並且用海巡艦艇將伊為綠島帶回來，服審後30萬塊交保。目前這個狀況，你大概了解到什麼程度？不了解。一開始你問，攏講唔知，不過偵訊後講，甲助理費有關係。經過了解，今年6月新制度實施後，縣市議員助理費補助費用上限調懸到16萬。檢調目前針對伊申領甲細小的情形做調查，敢有人頭助理，也是薪水灌水問題。洪成講相關的小目金流無正常。我們一定要接受所有理性、非理性，然後失控的語言，討厭我們的人何其之多啊！2026地方選情愈來愈緊張，嘛，互地方的政壇講，這可能會影響到戰況，因為王友力有意要選綠島鄉長，可能對手何富祥希望講檢調依法調查。我們這些都是為民在服務的哈，希望檢調這邊呢要切實的查了。如果說是沒有的話，也不要去冤枉到無辜了。選舉前發生這款代誌會安怎發展？敢會影響到選情？這各界攏真關心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